主后2023年8月27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先咱来听读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第8节到17节。当你着甲我的仆人大必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对牧场拣调你，互你无搁饲羊，是要互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你无论去倒位，我会甲你同在，消灭你面前所有的对敌。我一定互你有大名声，亲像世间的伟人遐尼出名。我要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准备一个所在，甲因安顿，互因徛起伫家己的所在，无搁受搅扰，无搁亲像早前我命令士师管理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时代，受凶恶的人欺压。我要互你脱离一切的对敌，得到太平。我搁宣布，我上主要建立你的王朝，到你的血收满，转去你的祖先遐的时，我要选入你的后代，你的亲生囝来续接你，搁要互伊的国稳固。伊要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我要坚固伊的王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伊的爸，伊要做我的囝。伊若犯罪，我要用人的拐，世间人的鞭，咒诅伊。毋过，我的慈爱袂离开伊，袂亲像我互慈爱离开我所弃杀的扫罗。你的家甲你的国会永远建立伫我的面前，你的王位会坚固到永远。那咱就照上帝启示的话，拢甲大必讲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大必伫做犹大甲以色列联合国王以后，以色列国12支派就再度统一。大必伫建都耶路撒冷以后，也将上帝的约柜迎接入去耶路撒冷安放。但大必想要做的代志，就是会当为着上帝赶紧去圣殿安放约柜，互耶路撒冷也成做上大的敬拜上帝宗教中心。大必伫内政渐渐稳定，当然也着爱扫平四周围遮外患的威胁。大必用袂少的时间伫咧征讨外敌。伫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到第8章，主要就是咧讲遮个代志。大先咱来看分段。第一小段是第7章第1节到第7节。大必想要为着上帝起圣殿。大必伊住伫片茶的王宫，享受太平。伊就向先知拿单透露心事，想要起圣殿来安放约柜。起头先知拿单也非常赞成，佮鼓励大必安尼做。总是上主爱拿单甲大必讲，上主一直拢住伫布边，也是会幕，甲以色列人做伙行线，并无要求要踮伫片香茶的殿。第二小段是第7章第8节到17节，遮讲到着上帝甲大必立约。先知拿单
接续要传达上帝甲大笔立约的内容。这段也称作是大笔之约。这约毋若是大笔王朝君权神授的基础，搁较要紧，这也是基督弥赛亚永世君王的预言。主要分做4件代志。第一件代志就是应允伫大笔死了后，伊的囝的王国会坚固。第二，应允伊的囝会完成伊的心愿，为上主起造圣殿。第三，应允大笔的家甲伊的国会永远建立。第四，应允大笔伊的王位会坚固到伫永远。第一项甲第二项，即个是真紧就看会到的。第三项到第四项，即个是咧讲到着基督的国度。虽然大笔甲上帝所立的约是永远不变的应允，毋过这犹原有附带的条件，就是大笔的后的子孙，若假使无顺服上帝，犹原会受到责罚。总是这个约是袂废除的。第三小段是第7章18节到29节，遮讲大笔伊的回应的祈祷甲感谢。大笔入上主的会幕，坐伫上主的面前祈祷，伊感谢上帝对伊甲伊的家的提拔眷顾，也愿上帝照伊所应允的话来实现，互人永远尊重上帝的名，甲互大笔的家伫上主的面前通永远稳固。第4段讲大笔伊的战功，第8章第1节到14节。大笔甲所罗门做王的期间，以色列周围的大国，亲像埃及、亚述、巴比伦，也拄好这个国家国运算伫这个衰微期，所以大笔到后来的所罗门时代，才会当兴起，成做迦南第一代的新共主，来建立强大的以色列国。大笔建都以后，南征北讨，降服几若个国家，其中大部分奉伊为主做附庸国。主要的国家伊有打败非利士人，取得京城的控制权，过来有打败摩押人，刣落的老亚瑟，互因归顺正讲，过来有打败索巴王，合大底下削弱伊的军力，佮摕走金盾牌甲真济的铜。伊也有打败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人，因原底甲索巴王合大底下联军，总是大笔打败叙利亚人，也伫因的境内来设立军营，互因归顺佮正讲。第5，哈马王道义本体是甲索巴王算是死敌，知影大笔打败索巴王，伊就主动带礼物来投诚。大笔嘛打败以东人，伫因的全地来设军营，
互因归顺。为什么会伫遐来全境设军营？也就是预防即个埃及迄方面的变故。即段中间真要紧，讲到着大笔也将伊所得到遮个金银战利品礼物拢圣化奉献互上主。第五段遮咧讲到着大笔王伊的政府内阁，第8章15节到18节。大笔做王的期间，则有讲到伊用公平正义、秉公行义来治理人民甲国家。这所在也有一份伊的政府内阁组织甲人事名单，有军队的元帅，有史官，等于是咱咧讲的即个国家历史馆，也有祭司，有书记，书记是负责政策的决议、记录甲保存官。另外，阁有记忆体人甲比例体人，记忆体人甲比例体人也有可能是咧指佣兵集团。另外，大笔也互伊拢总的囝做祭司。即个所在虽然是即个写祭司，毋过呢，伫中文的翻译嘛通翻译做领袖。像现代台语圣经译本的注脚是写王室参谋，也就是咱咧讲的国策顾问即款的意思。对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到第8章，通互咱学习到啥物？头一点咧讲到着守约会得福，背约受管教。大笔之约是规约中非常重要，上主甲大笔家所立永远的约。上主赐福，互大笔家甲伊的国永远稳固。毋过呢，伊若犯罪，我要用人的拐，世间人的鞭，缉毒伊。8章14节。咱若搁继续看到列王记、历代志录，咱会看到大笔王朝伫大笔的子孙的中间做王的，有好王也有歹王。好的王受上主祝福，歹王受上帝管教。历史上，大笔王朝伫即个南犹大国灭亡，百姓受掠去巴比伦就结束。总是到伫耶稣基督以成做万主的主、万王的王，是和平的人君，就应验天使对玛利亚的宣告，以继承大笔的王位。所以，基督继承的是大笔的国甲王位。值得咱注意的，伫第7章14节，则讲我要做伊的爸，伊要做我的囝。上主甲所罗门以色列王的关系，对主甲奴仆人即款的身份，提升到伫爸囝的关系，也就是讲，王就是上帝的囝，是天主。主耶稣教咱讲，咱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是咱的天父，也就是讲，咱就是上帝国的王子、公主的身份。上帝疼咱，上帝也会管教咱，无论对以色列人还是大笔的家，守约就会得到上帝赐福，背约也会受到上帝的管教。相反，咱若听主守主的诫命，甲是
咱也会得到主的祝福。咱若背逆主，自然咱也要受主上帝疼的管教。第二，心心念念要听主。达米住伫片油茶去做豪华的宫殿，若是伊的心内着急不安，因为伊也想要为着上主去做华丽庄严的圣殿。就算上帝无允准伊去圣殿，伊犹原伫收集各种的好的材料，为着将来伊的囝去圣殿的时阵，通用会着做上好的准备。咱伫第8章11到12节，咱读到大卫将人送予伊极贵重的金银铜器的礼物，以及伊伫战场所得到的战利品，拢圣化献互上主。毋知咱有互即句话感动着抑无？最近我咧录台语版的每日圣言讲读经，我有读到谢怀安牧师伊写一段关系伊的母会嘉义西门教会故事。嘉义西门教会的礼拜堂目前是偏做古迹伫保存。传统时，礼拜堂是日本时代一位日本人也是基督徒事业家奉献去做的。有一年，加西邀请伊伫周年庆转来做见证分享。伊讲，伊伫台湾的事业对着战后征收无了了，独独只有剩奉献予上帝礼拜堂还伫咧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也着学习，亲像大卫，心心思思念念的，也是要安怎听主，安怎荣光上帝。这也就是咱一生上介好的奉献，甲生命的见证。第三，公平正义是治国良方。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到第8章，我个人感觉上介重要的经节是第8章15节，遮讲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，用公平正义治理伊所有的人民。伫申命记17章18节到19节讲，王开始继位的时，着照利未人做祭司的所保存的律法书，为家己抄写一份，即份着下伫王遐，互王一世人读，通学习敬畏上主伊的上帝，遵行即个律法一切话甲所有的律例。也就是讲，做王的上大责任就是爱用一世人学习敬畏上主，甲遵行上帝的律法，用仁慈甲公义成做施政的方针，就是爱成做一个全民真正的好王。呾伫这点，大卫伊秉公行义，确实有实现上帝设立王的托付。保罗伫罗马书13章第3节讲，统治者毋是要互做好的人行刑，是要互做歹的人行刑。意思就是讲，国家政府伫治理人民的时阵，是爱互好人受到奖励，通出头天。若是歹人受定罪、受刑罚，咱伫咧圣经哪读咱会哪发现，信仰是甲政治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咱无拄拄拢爱去
参选做政治人物，毋过咱爱关心政治，咱也爱期待政府秉公行义，治理国家。这是咱的责任，也是咱的权利。愿咱甲咱的国家拢行伫听主遵守上帝道理的道路，也得到上帝欢喜甲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阿爸爸上帝，阮献上祈祷感谢。伫人生的中间，阮嘛常常会发现有介济想要做的代志，总是阮也将遮个事放伫祈祷中间，求主你也帮咱启示，互阮明白什么是眼前应该爱做的，也是伫当阮的中间上界要紧爱做的，嘛互阮来明白什么是阮想要做，总是无拄有法度完成的，着爱怎样甲遮个事来交托，互上帝你来超找搁较适当的人来做。我嘛伫主的面前，也求你看顾帮赞，互阮的国家阮的政府遮个官员，毋是想着家己，是真正想着百姓的需要，也会当秉公行义来做，互阮的国家嘛诚侪主你所欢喜祝福的一个国家。伫你面前，阮献上感谢、恳求、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